取出並準備清潔用布料，避免使用紙巾或表面粗糙嘅清潔用具。張開之後，用適量嘅酒精或者中性清潔劑噴塗於清潔布上，唔好使用濕紙巾或者有腐蝕性之清潔用品。打開送稿器，用清潔布清潔原稿台上嘅兩面玻璃掃描界面，以及送稿器上白色遮光板範圍。部分送稿器上方亦都有另一面掃描界面，可同樣用清潔布加以清潔。如情況冇改善，請致電熱線電話聯絡維修部安排上門檢查同維修。